歡迎收睇期匯決算。今日嘉賓就請嚟 ATFX 亞太區首席分析師林永天 Martin 同我哋傾下嘅。Hello Martin。Hello Sabrina，你好。咁我哋先講下個形勢方面啦。嗱，伊朗戰事都已經持續超過2星期㗎啦。暫時啦，市場嘅主旋律咧都仲係美金強啦，而其他非美貨幣跌嘅。油價以外一啲工業用金屬嘅走勢都波動啲，都係冇油價咁強勢啊。LME 鋁價上星期五咧都仲要跌2%。咁嚟到歐洲早市啦，美匯指數咧雖然就稍為回軟翻啲，不過咧都仲係企穩100水平嘅。國際油價方面咧都連升4日啦，咁啊暫時見到紐約期油就企喺100水平啦，布蘭特期油咧就係106嘅水平嘅。而今個禮拜都係央行嘅議息週啦，有超過10間央行咧就舉行一個貨幣政策會議啦。主要央行方面啊，除咗話聽日嘅澳洲央行之外，市場估咧有機會將個利率升至就係4.1厘以外咧，其他大家都覺得係按兵不動嘅。聯儲局議息咧都要留意住，同時有經濟預測啦，同埋個點陣圖咧要睇嘅。咁啊，先同你傾下個美匯指數啦。其實美金都已經上到100水平啦。年初主流嘅時候講緊係睇淡美元嘅，咁但係又因為突然之間中東局勢升級啦，伊朗戰事都令到個能源供應有個危機。咁啊，美國咧都係個石油淨出口國啦，資金又拍翻去美元方面。咁所以啦，咁啊美元短線嘅走勢係咪即係除咗話要睇議息聲明啊、點陣圖之外，其實中東局勢個影響都幾大。係啊，冇錯啊，因為其實而家個市場咧都係主要將個焦點咧擺咗去呢個中東戰爭啦。而中東戰爭今次伊朗裏邊咧，大家比較關心嘅就係話咁多個中東戰爭以嚟咧，去打咗伊朗之後咧，對於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咧係封鎖咧係特為緊張啦。咁因為佢哋先至發生到啦咁樣，咁所以變咗成個原油市場咧都係有一個非常之緊張嘅，因為出口唔到啦，甚至乎好多其他嘅生產國都話會減產啦咁樣。咁其實都有兩個情況嘅，第一就係話市場可能即係將個焦點咧轉移翻睇翻就係話呢個美國出動戰爭啦，可能嚟緊3個禮拜至到4個禮拜就可能已經完成獲得勝利。咁所以資金上面亦都係將佢轉移咧，就係話作美元咧作為一個避險嘅，咁甚至乎作為一啲投資資產啦。咁所以咧就係話短期裏邊咧，我相信咧，如果個戰爭繼續有一個比較向對呢個美國有利嘅情況之下，即係美軍係有個勝算嘅情況之下咧，美元都會持續有個增長嘅。咁但係一旦咧，如果可能停喺戰爭裏邊咧，咁呢個雖然就係頭先講過，就係話如果美軍已經贏咗嘅話咧，可能個市場亦都消化咗呢個戰爭已經完成咗，可能部分資金會留翻去其他貨幣嘅。因為主要嚟講，你睇到一樣嘢就係話，大家對於呢個美伊戰爭裏邊咧，其實係影響咗嗰個全球經濟嘅，特別係歐洲，因為歐洲方面亦都需要原油啦。咁而家嗰個原油嘅高企啦，甚至乎供應嘅問題啦，大家都會擔心咧，就算係歐洲啊都受到影響。咁如果嗰個油價繼續上升，甚至乎影響到工業生產啊或者其他嘅一啲服務嘅生產嘅話咧，其實對於嚟緊嗰個歐洲嘅經濟咧都係有影響。咁所以如果我哋成日都講緊就係話美元指數係參考翻呢個譬如歐元指數啊，即係歐元啊或者英鎊呢啲，咁而家短期嚟講咧，就話市場係擔心緊咧，就係歐洲嘅經濟咧係受到呢個即係戰爭嘅衝擊，咁所以咧佢哋係走弱嘅。咁但係如果一旦可能戰爭已經完成咗，大家消化咗有關嘅消息之後咧，可能對於呢個歐元啊、英鎊咧都會有個反彈情況。即係正如你所講啦，歐洲可能大家擔心啊，受到嘅衝擊比較大啦，所以見到非美貨幣方面咧，歐元都特別弱嘅，都落到去7個月低位。咁反觀啦，大家覺得最有機會加息嘅主要央行啦，澳元相對咧就具個抗跌力啦。3月以嚟對美元咧都只係跌大約1.5%左右啦。G10貨幣中咧表現就係排亞軍嘅。咁啊第一位咧就係加元啊，咁啊但係對美元嚟講都要跌0.6%啦。如果聽日澳洲央行加息嘅話啦，咁個指標利率4.1厘啦，咁對翻聯儲局而家3.5至3.75厘，其實兩地個息差又進一步擴闊啦。咁有冇即係增加翻澳元個吸引力？短線嚟講，又有冇可能挑戰翻0.75嘅水平？咁當然啦，如果就係話喺個息差擴闊嘅情況之下咧，係對呢個澳元係有利嘅。咁但係喺而家目前嘅利率水平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澳元已經係高過呢個美金嘅息率。咁所以其實吸引力係有一個基本上已經係預期咗㗎啦。因為點解咧？係上次嘅澳洲央行議息之後咧，其實都提及過咧，澳洲嚟緊會有機會加息。睇翻佢哋近期嘅一啲通脹啊，以至係房價一啲嘅情況之下咧，都假設咗咧就係話澳洲央行咧會加息咧去捍衛呢個通脹啦，以及咧就係撳低呢個油價或者穩定呢個樓價嘅。咁所以咧，我諗呢段時間嗰個水平咧，其實已經係部分反映咗，可能或者會再高少少。咁啊，視乎就係話嗰個加息嘅幅度係咪符合市場預期。咁但係另一個層次情況就係
係而家就係話講緊大部分資金咧都係轉移咗去美元啊，咁啊受住呢個戰爭啦，甚至乎呢個戰爭裏邊會唔會影響到澳洲未來嘅經濟發展咧？甚至乎現存嘅一啲經濟發展咧，其實都係會有好大機會。咁所以近排嚟講咧，都係講緊資金流向美元情況之下，美元走強咧都會撳住呢個澳元嘅發展嘅嗰個匯價上升空間。你話會唔會再升到0.75？我諗暫時保守啲嚟講咧，都未必會，可能去到就係0.7150呢啲水平咧，其實都會有一個比較大嘅阻力。咁但係而家講緊係0.70邊啦，都見到佢哋如果都係市場等緊議息嘅情況之下，如果加息都可能係挨近翻上去0.71嘅啫。咁再會唔會高啲咧？我諗暫時經濟嘅能力同埋而家戰事未係咁明朗嘅情況之下咧，大家都係擔心呢個全球經濟發展。咁睇到就係澳洲啲鐵礦石嘅價格咧，其實都受住一個價格下調嘅影響咧，可能嚟緊咧嗰個澳元嗰個需求亦都會減少，咁變相咧亦都可能有機會咧再回翻落去咧0.69、0.68呢啲水平嘅發展嘅。好啊，咁啊，另外都睇到就係有個比特幣啦，咁啊，終於進一步就反彈啦。今日都曾經升穿啦，就係74,000美元嘅。咁如果話而家市場其實都係偏向 risk off 啦，咁被視為係叫做風險資產嘅比特幣啦，咁點解都喺低位持續有啲反彈呢？咁同埋如果你睇翻即係你帶嚟嘅圖表啦，個黃金比率方面啊，去到回調0.5嘅位置，似乎好似見翻啲喘定喎，係咪？初步嚟講咧，其實你睇到幅圖嘅情況之下咧，喺近排嗰個比特幣咧都係有一個比較明顯嘅下跌啦。咁甚至乎如果再追溯翻之前嘅12萬呢個水平咧，回落咧已經接近咧呢個0.5嘅黃金比例嘅水平。咁如果從技術上面嚟講咧，係可以維持喺0.5一段時間，甚至乎衝高反彈翻去更加高嘅水平，即係翻去0.382嘅水平嘅話咧，咁其實係有機會咧就係話我哋喺嗰個走勢上面咧見係有個明朗嘅。但係有個情況啦，就係話近排我哋睇到咧就係話比特幣咧始終係第二呢個投資資產啦，或者係一個叫避險。咁但係如果以第二資產嘅情況嚟睇嘅話咧，就係話市場對於經濟以及呢個戰爭嘅憂慮嘅影響咧，其實係個信心係未翻嚟嘅。咁所以今次咧可能係一個短線嘅反彈。如果嗰個美伊嘅戰事繼續係持續發展，甚至乎再升級嘅話咧，大家可能會將呢個比特幣嘅投資啊，或者係 crypto 即係呢啲虛擬資產嘅貨幣咧，再會套現嘅。咁所以咧，去到而家嘅目前狀況咧，如果用圖去睇嘅話咧，如果上翻85,000樓上企穩，甚至乎再向高啲去到9萬美元發展咧，先至可以話呢幅圖表咧係已經完成咗個底部，跟住去反彈。但係從基本面嚟講咧，我假設就係話，如果呢個美伊戰爭係一個持久戰，暫時都未見到一個明朗，而股市係繼續下跌嘅話咧，有機會咧就係話投資者咧就係話再喺呢個虛擬貨幣嘅市場 crypto 市場裏邊咧就係套現，跟住咧就會令到嗰個 crypto 價格，甚至乎比特幣嘅價格咧係會有繼續進一步下調嘅。好啊，咁啊，另外傾下商品方面啦。貴金屬過去1星期個表現相對都弱啲嘅，見到現貨金同埋期金啦，一度都跌穿每盎司就係5000美元啊。咁啊，最新都係啦。咁其實到底個死因係啲咩咧？大家都好疑惑哦。點解即係個金價又好似唔係跟住個戰事有翻啲反彈咁咧？咁嗱，因為個息口預期下降，即係息口係咪 higher for longer，變相持有黃金個成本增加啦。咁但係同時又話打仗避險喎，聽落好似都應該要持有翻些少黃金咁啦，咁點樣去解讀啊？即係金價好似 keep 住都下試緊5000美元呢一個關口咧。咁呢一輪啊，係咪大家都係息口主導多過個避險情緒咧？咁同埋你覺得5000美元呢個位置，即係現水平嚟講，係咪真係難啲企穩？首先咧就係話，我覺得咧5000咧其實都比較難去企穩㗎。第一就係上個禮拜都提及過咧，有關金價嘅上升啦。其實喺早前已經係講緊中東持續有一個戰爭㗎啦，或者係繼續升溫嘅情況。咁所以避險嘅情緒咧一早咧已經浮現咗。咁上次去到5006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已經係一個終極嘅一個反應㗎啦，避險。咁而家就係話講緊就係話已經打咗一個叫終極戰，就係美伊戰爭啦。伊朗如果繼續有一個持久戰嘅話咧，其實係對於市場作為一個重要避險嘅情緒咧，其實已經係一個完結㗎啦。因為正常嚟講咧，都唔會再有其他國家會有個打仗啦。咁所以避險情緒咧，其實已經化解咗。咁第二嘅就係話資金而家都係翻去美金上邊。咁第二就係話市場對於嗰個美債方
方面咧，亦都係開始有一個作為一個主要避險情緒。咁所以咧就喺黃金市場度套現獲利啦。而家可能會繼續持續嘅。咁第三就係話，根據今次嘅即係美伊戰爭啦，亦都見到個油價上升啦。大家市場預期嘅都係嚟緊嗰個油價咧都會繼續持續一個高企水平。如果持續越久嘅話咧，咁好大機會咧會令到聯儲局方面咧都會有一個維持高息嘅水平，未必會減息。咁少咗呢個減息嘅藉口嘅情況之下咧，金價係好難上升嘅。咁而家我哋亦都可以叫做回應翻或者反映翻咧，就係話過去呢半年裏邊啊，美聯儲方面咧其實都經常講啦，如果係貿易戰啦，以及打仗繼續升溫嘅話咧，其實個通脹係會上升，所以佢哋一直以嚟咧都係維持呢個利率水平不變嘅原因，咁令到而家已經實現咗一個戰爭嘅情況之下情緒升溫，咁更加可能會延遲咗呢個美國要減息嘅動作，咁所以咧變相呢個市場方面咧對於黃金個避險需求啦，以及息口嗰個敏感度嘅影響咧，都會可能有一個進一步令到黃金繼續向下挑戰，可能4800啊、4500啊咁樣嘅。咁假設就係話，如果連美伊戰爭完成咗，冇一啲新嘅戰事發生嘅話咧，可能市場獲利嘅情況之下，更加會推低呢個黃金價格添。咁問埋你鋁方面啦，其實見到營運即係全球最大單體鋁嘅冶煉廠就宣布話要減產啦。咁但係即係講緊佢本身停產嘅3條生產線佔全球即係鋁嘅產量都多嘅。咁但係點解有呢個消息好似都刺激唔到個鋁價咁咧？大家亦都反映翻一件事先，因為而家講緊呢個油價上升啦，甚至乎對全球經濟啊、工業生產啦都受到影響。咁所以變相工業用嘅金屬嚟講，鋁銅嗰個需求咧亦都會下降咗。咁而家亦都講緊啦，就係缺乏咗呢個原油嘅供應嘅情況之下咧，可能佢哋會導致停產。咁但係呢個停產咧係代表係負面嘅影響嚟嘅。變相嚟講咧就係話，一方面就係話停產，第二方面就係話根本上喺即係民生上面嘅需求亦都會下降。咁變相嚟講咧，喺2月27號以嚟咧，銅價以及鋁價咧都係逐步喺度出現一個咁嘅反應咧，而見到個價格下跌嘅。咁所以證明咗，如果喺短期裏邊美伊戰爭繼續持續，油價繼續高企，甚至乎嗰個霍爾木茲海峽繼續係封鎖嘅情況之下咧，更加會陸續增加咧，就係話嗰個對工業金屬嘅需求咧下降啦。咁所以個工業用嘅金屬咧都會有繼續下調嘅可能性嘅。